國防部最近咧研究，要把女性退伍的官士兵納入到管理甲調職，結果引發到外界的擔心，是毋是全體女性攏要接受到教育的調職咧？國防部長顧立雄今仔日強調講無啦，敢若會調職到志願役退伍的女官士兵。拍咧開進社區，前村彈着目標。另外，閣有由9位女性組成的炮班，表現水氣無輸男性，為着予愈濟退伍的查某兵佇咧關鍵時刻定回到部隊。國防部計劃陸海空軍官士兵作兵條例和志願兵作兵條例，將女性後備軍人納入後備役管理和調職。不過，說叫該說做是全體的女性攏愛教調。女性會納入後備的。一定是先服志願役，先退伍之後，那才會納入後備軍人來編管。退伍下來的這些女性的軍官、士官、士兵來進行這個教召。那後備軍人的調職制度同款嘛有重大變革，取消過去參訓14天會當拄2擺教調的規定。2026年開始統一調整做14天，干那列7擺，以兵役法規定，教調以4擺為限。也就是講，今年開始符合資格，而且也未完成教調的後備軍人，未來累計受訓練的時間，上濟可能達到56天。隨教調的天數全面遷長，先小教調嘛納入武陵區和海馬斯等等先小武器訓練，採用官兵歸官為官職，直接回歸專中學訓，維持戰力。要以部隊任務為核心的一個完整訓練。如果不是在他編制的這個範圍之內，我們還是會實施無人機機組訓練。認知作戰的部分一直都是不足的。設計這個課表的時候，再來加強注意。隨教調制度和訓練課對時代的進步，國軍全面強化，更加有韌性的後備戰力。